宝子们，来看一起最新的杀人双尸案。就在8月11号，香港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血案。一名女子先是用剪刀将自己的母亲残忍割喉，随后又将自己的亲弟弟活活勒死。让我们先把时间回到8月11日的下午，香港警方接到一起报案，有一名社福机构的职员称，怀疑一名男子在深水埗长沙湾道的家中晕倒。警消人员赶抵现场后强行破门，在屋内竟然发现了一男一女2具尸体。据了解，这2名死者分别为85岁的黄国华和47岁的男子林峰，两人关系为母子。其中47岁的死者还患有唐氏综合征。法医在勘验后，在母亲的脖颈处发现了4处伤口，而男死者初步怀疑遭到捂死。原警顺着屋内血迹上天台调查，发现男死者的姐姐林雨，当时她正坐在天台的边缘，并且在楼下的挡雨棚上，他们还發現了一把染血的剪刀。讓我們聽一下警方的通報。Thank you。咁多位傳媒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深水埗警區刑事部處理警司鄭其峰，喺我旁邊嘅係深水埗警區重案組第3隊主管高級督察梁慧琳。今日我哋會向大家簡報一宗發生喺2025年8月11日下午大約4點喺深水埗警區內發生嘅謀殺案件。喺2025年8月11日下午大約4點，警方接獲報案，懷疑有人喺深水埗長沙灣道38至40號一個住宅單位內暈倒。警方同埋消防人員隨即趕到現場，並且破門而入，喺單位內發現一名85歲姓黃嘅本地女子倒卧喺客廳嘅地上，以及發現一名47歲姓林嘅本地男子倒卧喺房間嘅床上，兩人昏迷不醒。經過救護人員即場嘅搶救後，當場宣告死亡。兩名死者為母子嘅關係。經初步檢驗後，發現該名女子嘅頸上有4處嘅傷痕，而男死者係冇表面嘅傷痕。喺處理案件嘅期間，人員發現單位通往後樓梯嘅後門打開，於是立即進行掃蕩，並於大廈天台發現一名女子危坐喺天台嘅邊緣。消防人員立即將該名女子救回安全嘅位置。調查發現，該名52歲姓林嘅本地女子係女死者嘅大女，亦即係男死者嘅家姐，同住喺案發嘅單位。調查發現，該名女子涉嫌殺害2名死者，警方於是以涉嫌謀殺罪拘捕該名女子。探員亦都喺大廈嘅1樓簷篷位置尋獲咗一把染血嘅鉸剪，相信係用於造成女死者頸部傷痕嘅兇器。警方進一步調查發現，案發單位一共4人居住，包括男女死者、被捕人以及被捕人士嘅丈夫。案發時，被捕人士嘅丈夫正外出工作。調查指出，男死者因為身體狀況嘅問題，需要長期住喺青衣一個院舍，週末係會被家人接到返去案發嘅單位居住。男死者喺近幾個星期並冇按時回到院舍留宿。院舍嘅社工同家人相約後，打算喺琴日下午上門接返男死者。喺社工登門時揭發事件。根據調查所得，女被捕人士係有精神病記錄。調查亦都發現，該名被捕人士近期曾經透露有輕生嘅念頭。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因為精神嘅壓力，最終先將2名死者殺死，然後企圖自殺。被捕人士現正喺醫院留醫。警方將會向被捕人士進行進一步嘅調查。呢一單係一單令人痛心嘅案件。警方呼籲市民無論面對任何困難同埋壓力，都不應作出任何傷害自己或者他人嘅行為。如果發現身邊嘅家人或者朋友有情緒問題，應該加以關心。如有需要時，可以向當區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者致電社會福利處熱線23432255尋求協助，或者向專業嘅醫護人員尋求專業嘅意見。以上就有今日嘅簡報。隨後女子也被當場逮捕，深水埗警區的重案組人員也同步趕抵現場，準備進入大廈內搜證。調查工作一直進行到深夜時分，最後鑑識人員從大廈帶走多袋證物離開。目前女子因被指弑母殺弟，被控2項謀殺罪入院押後再訊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。關注琪琪，每天為您講述您不知道的故事。